上拍台湾歌，上拍全方位乐团，今日来自唱的歌手有全方位乐团。迄当阵是好配合的学弟吗？拢叫我搬物件，伊拢歹搬啊，走去台湾来啊。李亚莎。是暝雨点点白落，月蒙蒙暗淡的。你感觉伊是了安怎？在做文顺的啊，做细汉带登去做某，然后伊的专辑今年一定会得奖。哦，无一定。李冰辉。这爱感谢咱陈文章老师哦，因去淡水啦，我去看，伊讲我那有两个，有咧唱歌啦吼，我迄种好见到阮啦。上好听、上时行、上经典、上趣味的，拢伫上拍台湾歌。